就這樣同學一場，在陌生裏只懷內失常。你說我長得跟你舊愛很像，才令你突然這樣憂傷。你不用那麼傷心，早晚你會找到一個喜歡你的人。不是，是我自己不想再跟人一起。我覺得我跟其他人不能相處。如果不合適就早點分開，以後的日子還長呢。我說人生的經歷總無常，你又何必介懷心傷？一切苦與樂最終都一樣，是為旅途增添花樣。我一路喊，你一路安慰我。你跟他一起多久？為什麼要分開？我越講越激動，直到走嘅時候，你問：小費可以多給一點嗎？我先突然冇咁傷心。由不相識再到交心一場，然後又回復正常。40分鐘的關係似夢一樣，人生經歷總